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细长啊！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。邪了门了！你先下来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啊，没事。你在这等我。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什么我先看到的吗？什么？你先看的？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。其实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所以你这样结婚了？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？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。不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要。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？ 有没有笔？有。搞定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等于是来吃我吗？他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？哎，别走了，来，我背你，上来呀！哟，生气啦？没生气，可高兴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顾医生，